有一个网青叫做“通勤者之歌”，伊伫网络刊文分享要安怎闪过警察骑重型的乌多摆去软细山崩坑，而且伊个讲，伫个11月22进前，就会来完成这件代志。即马，各个警察是正关注这条消息，呼吁骑重型乌多摆的人，就要遵守规定，若无就会开罚。也那交通部是讲，这骑重型乌多摆其实要上国道呢，目前是还无开放的这个时间表。 大大字写着“无破琐碎，毋留人头”，部落客通勤者之歌，伫社群媒体开直播，分享安怎骑重机上雪山崩坑，背后哪吒也发文向高福桥甲国道第9警察大队邮告，会突破国道5号雪山崩坑。国道警察表示，目前还未看到有重机骑入雪隧，若讲有，将会依法处理。在此呼吁，请大型重机骑士。 遵守法令，勿于非交通部公告规定之路段及时段违规行驶高速公路。重机团体争取上国道，一直有动作。早起，真侪民间团体来到立法院陈情，有个11月26会发动重机到交通部前陈控，表达3大诉求，包括开放大型重型机车行驶国道。 重机会当停机车架，甲要求废除道路内侧车道、禁行机车甲强制两段式道路相关条文。我们充满了理性的活动呢，常常得不到善意的回应，所以我们势必要举起这场大旗哦，我们要交通部来面对这个我们大家所有交通公民所需要的这个问题的解答。现在重机在快速道路已经可以走嘛哈，那我想说他们先在这个快速道路或是一般的道路上面。 如果走到这个大家能够放心的状况，我们或许再来讨论。那目前没有开放的时间表。交通部搁一摆表示，有关重机上国道过去甲地方政府沟通，共识是目前也无适合。那高公局明调6成民众反对，对重机上国道有完无时间表。记者综合报道。